威里事件发生以后，那日本人开始积极的面对太鲁阁族，那所以他也开始对整个华东一带架设爱永线。所谓的爱永线就是当时的殖民政府为了让原住民跟外来者做一个区隔所做的一个防护网，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防护网。那在清代的时候就已经有爱永线，日军当时设立的爱永线，它是因为为了要彻底的隔绝太鲁阁族当时还特别建制了发电厂将爱永线通电，要完全的隔绝太鲁阁族在山区。第一条爱永线就是威里爱永线，当时的台东厅长森尾茂助为了压制太鲁阁族曾请那个台湾总督佐久间卓马太准予新设爱永线，从沙坡党溪，就是今天的水源村的延至到北埔的海岸之间的一条爱永线，那个爱永线叫做威里爱永线，这是花莲的第一条爱永线。而第二条爱永线叫做巴托兰爱永线，当时因为日本人不断压制外太鲁阁部落的族人让外太鲁阁的族人逐渐的往南迁移。那日本人为了保障木瓜溪一带的樟脑事业跟移民村的住民所以在1908年日方又开始建制了衔接北方的威里爱永线，一直到今天的寿丰村的巴托兰爱永线。第三条爱永线七角川爱永线，1908年原本协助日方协防太鲁阁族的阿美族，也是因为薪资的问题协同了巴托兰跟木瓜群一同攻击日本人。事件结束后，日方为防堵巴托兰群跟木瓜群还有阿美族所以他们也建立了一条开始新建的从寿丰村沿老溪、同文兰、木瓜溪一直到七角川山路与威里爱永线连结的一个七角川爱永线。第四条爱永线德基里爱永线是在1906年台湾总督佐久间卓马太上任之后，有原住民克星称号的佐久间卓马太显然是针对讨伐原住民而来，介于之前安抚的政策的失败的经验他发现原因就是原住民，尤其是太鲁阁族始终拥有强大的武力做后盾，所以日本人针对原住民的态度呢，也逐渐的转变成为先讨伐后安抚的一个政策。佐久间卓马太在1905年到1915年之间策划了一个叫5年理藩政策的计划，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彻底解除德鲁古的武装势力。所以花莲的第一条爱永线威里爱永线，因为日方不断扩张樟脑用地而发生卫立事件，也宣告日本政府对于原住民的一个尤其是太鲁阁族的统治的失败。那第二条爱永线巴托兰爱永线，为了阻止因为威理事件逐渐南迁的太鲁阁族而设立的一个爱永线。第三条爱永线呢，就是七角川爱永线。日方利用原住民之间的瓜葛，造成族群间的互相牵制，但最后却演变成附近族群的集体抗日的事件。而第四条爱永线的基里爱永线、德奇里爱永线，为了达到全面包围太鲁阁族的效果而兴建的。以上这4条爱永线围绕着太鲁阁族，其实就是为了最后的决战——1914年的太鲁阁战争。在日本政府进入台湾初期岛内的武装事件其实层出不穷，尤其是抗日。当下日本人的主要专心面对的是平地的反抗势力，对于原住民当时都是以怀柔的政策为主。一直到1906年佐久间卓马太上任之后，对于原住民的殖民政策才开始产生了转捩点。的爱永线已经将整个太鲁阁族全面围堵在西半边的山区，这时候他便开始着手了大规模的侵略行动。所以在1911年、在1914年间总共进行了5次的探测行动，其中第3次探测行动甚至在奇莱山发生了史上最大的山难事件，当时造成了89位的探勘队遇难的事件。
他们这一次探勘的位置主要是在太鲁阁地区东南西北的方位做一个侦测。虽然地形气候造成上很大的阻碍，但大致上已经确认了在太鲁阁地区的桃赛群与内太鲁阁群各部落所在的方位。所以日本人为了这一场大规模的侵略行动，事前都已经做好了情收的准备。日本人做完情收工作之后，开始展开了大规模的侵略行动。那日本人作战计划是以东西夹攻的方式，东部侵略部队分为2个分队，一个是巴托兰讨伐队，巴托兰讨伐队主要是沿着木瓜溪向上侵略，那另一支是由花莲港入山，一路向北侵略外太鲁阁部落，最后进入太鲁阁阁口，由利雾溪向上攻打。这西部的部队呢，则是采取兵分2路的方式，一队由能高山进入木瓜溪侵略太鲁阁大山一带，另一支呢则翻越合欢山进入利雾溪流域。这种兵分4路的方式侵略太鲁阁族。日本侵略军警部队加上军夫总计2万余人，侵略当时仅约3000余人的太鲁阁战士。那日方主要铲除的对象、攻击的对象就是内太鲁阁群还有巴托兰群，而太鲁阁族实际上的应对方式仅以家族联盟的方式去抵抗，其中也曾经给对方迎头痛击过。那以下我大概介绍了4个比较经典的战役。斯卡罕当时的领袖喜班瓦胆率领各部落的壮丁集结在前往斯卡罕的路上埋伏，在1914年的6月6日跟日本双方产生冲突攻击，当时双方城战多时，日军先后败退，直到数日后日方增援部队到来之后，喜班瓦胆最后才不得不败退。根据当时日方的资料，日军4死9伤。斯劳科尼的领袖瓦加阿别与德摩国的领袖瓦丹拉瓦集结壮丁60余名，组成跨部落的抗日联盟，在部落的西侧山坡内带做埋伏。1914年6月2号，日本的侵略部队进入部落的时候，他的先头部队先受到攻击，再派军攻击也遭德鲁古的击退，双方城战了10几天，一直到日军的增援赶到，当时在以大军猛攻之下，才占领到部落。第3个叫本都努之役。那1914年的6月13号，日军想要一举攻下古拜扬这个地方，但遭遇部落领袖 Losing 及附近部落组成的壮丁反击，双方交战至黄昏仍未结束。当天日方退守 Slavkoni， 隔一天日军又兵分2路夹攻，才攻下古拜扬。因该部落是居高临下的位置，所以他一旦攻下这个古拜扬之后，周围的部落也纷纷的投降。1914年的6月13号，日军完成侵略本都努之后，该部落壮丁退支 Lolas， 加入另一支由德布拉部落领袖西亚德姆为首的抗日联盟。此联盟大致由德布拉、本都努、Lolas、德比笃等部落组成，人数约50余人。6月19日，日军攻占 Lolas， 想要拿下德比笃的途中，西亚德姆下令攻击，射杀了日方的先头部队。那日方被击退之后，隔一天，日方发动了2次的攻击，也被击退。双方城战了4、5天，太鲁阁族最后还是因为弹药不足，最终还是被迫放弃，最后逃散。那根据当时的口述来说，当时尸横遍野，双方的损失都蛮惨重的。
鲁格战争期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谜团。台湾总督佐久间卓马泰，当时在斯劳科尼战争之后，他当时在巡查斯劳科尼的时候，在日本的说法是他不小心在巡视的过程跌落摔下山崖，然后后来在这个地方休息了1个月之后送到台北，再回到日本就过世了。那根据德鲁古的耆老的说法是，德鲁古是用枪把他击落之后他死在那里。那其实这个谜团解开的意义是不大的，因为不管怎么说，每一个阵营的人都有他的说法，但是最重要的可以确定是佐久间卓马泰是因为太鲁阁战争而过世的。太鲁阁战争对于太鲁阁族来说，这是一场史诗级的战役。日方以悬殊的人数与现代化的武器，以一种完全不对等的方式侵略太鲁阁族。虽然最后太鲁阁族终究难以抵抗而被迫屈服，但是当代部落的族人还有多少的后代还记得我们祖先曾经为了土地、妻小、拉雅的信仰浴血奋战的光荣历史？太鲁阁族约略于300多年前，因为祖居地耕地狭小，猎场不足，离开祖居地，迁移到花莲东部一带的山地，历经不同外来政权的殖民政策，一直到清国势力进入了太鲁阁地区开始，在外来政权与邻近部落间的势力消长之间，一跃成为当时东台湾势力最强大的民族之一。纵使最后被迫屈服在日军的强势的武力之下，但这段历史应该被记得，应该被正视，应该让所有的德鲁古的后代子孙都能够记得这段永远永世传颂的历史。听完了太鲁阁战争的介绍之后，那我们这一集主要还是以比较迅速的了解太鲁阁战争发生的前因后果。那当然还有很多更深入的地方，也需要大家拿来讨论跟探讨。那因为节目制作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更多的时间去讲一些内部的细节。当然有更多的细节跟建议，也期待各个网友跟观众能够在我们的频道下面的留言表达出来，也是对于我们以后制作更多影片一种更精进的一个建议。最后也期待大家能够按赞、订阅、加分享，让我们能够制作更优质的影片给各位。那下一集我们就要做关于秀林乡太鲁阁族的山川地名的一个历史典故跟脉络，也敬请期待哦。谢谢。